多谢明兰，咱所来继续关心花莲光复当地防灾工作加紧的进行，密集的监测水位之外，嘛无排除会先将马太安溪便桥来达封闭起来，而且光复乡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平安度过这次的风雨。外界所关心的中央前进协调所下一个阶段的任务咧，桂林县已经指出啦，后续会设置9个功能组，而且转型做中央协调汇报，以中建复原为主。桃桥山静静塌塌，塔甲比人搁较悬，不过现场空已经无志工，剩大型机具搁伫遐，不过现场嘛暂停作业。可以看到还是有很多的铲子跟一些器具，另外呢，在旁边也有一些推车是堆放在这边。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影响，花莲光复乡进入戒备状态。马太安溪航空便桥中间段放真侪护栏重超过500公斤。桂林县表示，若到警戒水位，就会随甲护栏刷去安全区域，避免护栏和大水冲走。马太安溪的堰塞湖，在昨天的雨量大概是5毫米到10毫米之间。那今天预估是20到30毫米。所以说堰塞湖的状况目前没有显著的变化。也若要安怎解除崩山湖红色警戒有4个条件：排水量要维持稳定，而且水流要照通水的水路行，像是体河嘛要有法度甲漏水量动力。最后考虑疏散撤离计划，伫紧急应变敢会通。除了爱平安度过以外，光复乡即马重要任务也是爱赶紧复原。马太安溪堰塞湖，我们未来的工作慢慢要转型成为中央协调汇报，以重建复原为主。我们下设了9个功能组。中央前进协调所转型了后，崩山湖处理组嘛会继续监控查沙坝、道路开通、防灾等等的相关事项。目前主要目标就是爱赶紧避减风雨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